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几年10大死因排伫咧头名是癌症，其中肺癌阁排伫咧第一。总统赖清德的健康台湾的政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的时阵，要减少1/3癌症的死亡率。专家今日就宣布讲，要组一个健康台湾防治领航策略联盟，加强诊断、精准诊断、早期治疗，希望会当降低肺癌的死亡率。癌症是国人10大死因头名，其中死亡率上悬的就是肺癌，21.8%，占比也上悬。总统赖清德提出健康台湾目标，希望2030年癌症死亡率降低1/3。台湾医学家陈建仁甲尤盼迪宣布要做健康台湾肺癌防治领航策略联盟。第一个任务是要强化体检，找出肺癌初期病人。蛮重要的就是肝癌跟肺癌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肺癌呢也能够像原先估计的这样，能够到2030年下降1/3，是从筛检还有精确的诊断再治疗。联盟表示，肺癌第4期的5年存活率只有13.1%，不过第1期有94.6%，所以若通早期发现，就找出来治疗，对降低死亡率真有帮助。中央2022年就针对重度食薰、有家族病史的人，提供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联盟希望2030年通增加4倍的体检容量，达到55万人。国家已经决定要把年龄层降低，还有把抽烟的这个从30包年降到20包年，再扩大筛检的族群。那我们刚刚讨论是希望再更扩大一点哈，特别是不吸烟的这些族群，但是有高风险的。除了强化体检、早期治疗，联盟也要利用 AI 技术缩短诊断时间，提升准确度。但是，亲像提升体检容量这寡工课，需要大量经费应对。联盟表示，会找各学会甲专家开始精算这寡方法对财政的影响，搁再来详细计划。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